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喺你家用欣赏土豆空天是可能研究的哦，我们更加哦放起来，统一下，热身一下，因为基本上来做一些重量训练。大家热身的时间，我们开始第一的会做开罐器的动作。开罐器的动作呢，我们现在会两脚与肩同宽，两手打直之后，那我们会做一个转身的一个动作。对，转身的一个动作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的脚还是要跟着去动，把我们的髋关节去打开来。那我们大致转个5下就好了。1、2、3、4、下半面呢，我会做一点斜向左上，左上右下的一个动作。来，左上右下。那身体的话呢，我们尽量把它转到身体的另外一侧，髋关节的部分也把它转动，1、2、3、4，好，现在换个方向，右上左下，1、2、3、4。好，那这个髋关节我们做完了。第二个动作呢是十字架的一个旋转。那我们先趴在地上，好，放轻松。之后我们先转身到左侧的方向，不管的那脊椎放松。好，我们这个脚是留在原地的。好，1、2、3，好，之后换边，很紧。那我们慢慢的把它放松，1、2、3，好，换边，1、2、3，慢慢用自身的重量去做一个重力压的一个动作，1、2、3，好，我们再一次，然后1、2、3，来换边，我们脚留在原地，不用去做旋转，把我们的脊椎跟胸椎给打开来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换第3个动作我们前侧跟45度的一个弓箭步的暖身。那我们先做前，左脚向前之后，那我们弓箭步尽量你把重心朝下。膝盖不要前推，那我们身体呢向后仰，之后侧45，好，侧边，好，来换脚向前，好，45，来侧边，好，我们再做一次，来左脚前，45，侧。好，换脚，前，侧，好 ，OK， 把等更加身体压起来哦。多时间陆屯老师用下来做居家的重量训练。接下来继续屯老师来用下来做，我等一用会做背部的一个运动。其实你的背部的肌群呢，它一定会联动到你的臀部的这个部分，所以你背囊的肌群对单个方跟连下来都也会部分，会有一些锻炼的一个部分，所以冇可能讲我根本做下背，我臀部的肌群没有去做一个锻炼的一个部分，根本来做一点所谓的桥式的抬臀，用卢卡那个瑜伽垫拿出来，只要我们躺着，只要脚我们就平躺，脚底板就确实的踩在地上。那我们两手呢，你可以就轻松的手掌贴地，放在45度的一个位置，或者是都可以。你只要你觉得你舒适的地方的角度都可以放，把它放好。
因为兜时间啊，它会有点像一个反作用力的一个支撑的动作。因为兜时间你要用你的臀大肌去做一个抬臀的一个运动。哦，那这个动作要领呢，你在发力的时间啊，你要用牙臀大肌这个地方去做一个发力的动作。好，抬起来的时候，你要臀部这个部分做启动，按压臀大肌，这时候你会做一个压缩、紧缩，所以你可以紧紧瞄一下，你要师傅刚才紧紧刚给肌肉啊出力的时候，会做一个压缩的一个部分。哦，好，之后下放下来，你可以回到地面上。哦，好，上来，下来，好，上，下。那这个动作要领，你自己要去意会说，你在启动的时间啦，你要用师傅在给肌群啊、臀大肌去做启动，你没跟用脚啊，不是用这个脚去把它提起来的一个动作，你要去把屁股的肌群的部分去做一个启动发力的一个部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先做一个6下就好了。好，1、2、3，哦，臀部尽量往上去提。7、6。好，接下来的话呢，我们会做一个比较有一个进阶性高难度的一个部分，就是头动咱用十脚不用提，哦，瑜伽垫单个风。刚才我们想办法做一只脚的一个动作，所以人家走。哦，右脚的话，我们会稍微把它抬起来，伸直，你要微弯也可以啊，你就按照每个人的身体的能力去做，一样。胸口松的时间，压时间，因为你是单边在踩着地上，所以你的重心会有一点不是那么稳，所以你松的时间，你要同时去抓住你的那个平衡点。这时候你要肚式啊，跟弓啊，核心的肌群一定要出力。哦，好，1。下来，2、3、4。好，我们先换边。1、2、3、4。好，这个就是我们讲的，就是单腿的，好，桥式抬臀的一个进阶版的一个部分。那当然，另外还有一个进阶版的部分，就是我们如果有保特瓶的部分，那我们先会做一个负重的部分。那我们就不做单脚，我们就做双脚就好。那这个保特瓶负重部分呢，它有时间我们放在肚脐以下，哦，如肚脐压铺分。那你可能有些时候会压到，感觉会压在膀胱的上面这样子。哦，我们把负重的部分放在这边。一样，我们做双脚的一个抬臀的一个部分。数啊，如把它扶在这边，你都时间以为不这了，你就把它固定在你的这个膀胱上面的这个相对应的位置，这样就好了。好，1、2、3、4。所以它又是你负重的桥式抬臀的部分的一个动作跟方式，就这样子。那我们等一下呢，我们从双脚、单脚跟这个负重的部分，我们各做一个组数的一个训练。我们做一个2组的一个训练。来，双脚的，那我们抬的时候一样，动作要领，要用你的臀大肌去启动啊，尽量的把你的屁股往上去抬、往上去提，这样子啊。1。来，更正，我们现在先做空手的，没有负重的一个桥式。好，1、2、3、4、6。好，我们先抬左脚，单脚的哦，核心要出力哦。好，1、
2、3、4、5、6。好，换脚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做负重的，把保特瓶放在我们相对的膀胱上面的这个位置。好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。好，我们臀部可能常常没有在用力，没有在锻炼。那你现在的话呢，基本上都有一定的一个强度，训练模式在这边了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其实我们除了脚放在地板上之外，那我们其实在家里面，你要在进阶的话，哪一种灯呢？哪一种灯呢？好直接啦，你要脚啊，可以不用啊提，灯的当个风，一样去做这个抬臀的一个部分。抬臀这个部分，只是你的脚会放在椅子上面去做一个强度上的一个增强。这个的时候，你除了从地板的位置，到抬腿到变成是椅子上的位置，那相对性的强度有了增加以外，按那时间啦，学习的去把你的臀部臀大肌去做一个锻炼的部分，按呢，你要臀部的力量就会更有的一个部分。接下来。你在日常生活当中，根本你喺提哪么个东西的时间去用嘛？你根本你背也有力量了，臀部也有力量了，到时候我们到时候会不会做一堆腿部的训练之后，你全身上下都力量增强的时候，那你自然而然你就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，你可以做嘛事情时间啦，我们会因为要拿重的东西受伤，还是讲你的身体的仪态，无讲根本你。岁数余味时间，我的呢仪态就越来越老化。那我们讲，你今天你可以某腿锻炼，它老化的速度如果够，那你慢慢的等卢卡做那些居家的这些活动的时候，运动的时候，它的强度就会回来。因为它敢没好多它的桥式的抬臀啊、双脚啊、单脚臀要的负重这部分，所以家里面各一道东西可以运用呢它感应。如好多也部分的，感谢今本日大家团老师来做一下运动，陈梦大家。